尊贵的游客朋友们，欢迎光临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。在您开启旅程之前，建议做好必要准备，以保障您和他人的安全，预防潜在风险。为了确保安全，建议前往设有旅游信息中心的主要景点，获取旅游咨询和帮助。此外请务必与出租车司机确认其已完全知晓您的目的地。乘车时，请注意司机是否开启计价器，并严格按照计价器显示的金额付费。如果你已预订酒店且将晚到，可将大件行李寄存在酒店行李寄存处。同时，请将护照、证件、现金及其他贵重物品存放在房间内的专用保鲜箱，以确保财物安全。各服务机构、公共场所及街头均设有 ATM 自动取款机，您可以随时使用各类银行卡进行交易。商场和超市内商品信息标示清晰，价格公开透明，您可根据需求安心选购适合的商品。在餐厅点餐前，请仔细核对餐单上的价格。在公共场所出游时请务必妥善保管好您的证件和贵重物品，谨防遗失。每年6月、7月和8月的旅游旺季期间，学生警察会在街头巡逻，他们不仅负责调解潜在的纠纷与冲突，还能提供英语、日语、中文和俄语的翻译服务。如果您遭遇物品遗失或人身侵害，请立即拨打保健电话102，并办理游客涉案登记。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，将有助于您后续办理保险理赔所需的证明文件。紧急求助电话：乌兰巴托市旅游信息中心70108687，报警102，火警101，灾害救援105，医疗急救103，铁路问询19001949，机场问询19001980，公路客运19001234。亲爱的游客，请注意自身安全，遵守相关建议，祝您旅途愉快。